各位朋友，呢個項目就啱你啦，首期只需要10萬蚊就可以買到大4房單位啊，total只需要80萬啊，江景豪宅單位啊，樓下自帶足球場、羽毛球場、網球場，附近隔離就係萬億廣場大商場啊，仲有附近仲有直通巴士可以直接返香港嘅，只需要1個鐘。嗱，先約我睇樓啦，馬上帶你睇睇，全部都係實體現樓嚟嘅。Go！ 而家睇到嘅都係現樓啦，現樓現證啊，即買即交樓即辦證嘅。樓下就係我哋嘅泳池啦，超大嘅泳池。園林而家都係現有噶啦，都非常之靚仔嘅。喺小區裏面，整體嚟講都係非常之舒適嘅。出門左手邊就係萬億廣場，附近就有直通巴士返香港。啲園林啲景觀，可以講係自己樓下就去露營啦，都唔使去咩公園啊露營，自己樓下就好似公園咁，環境又好又舒適，又有羽毛球場、足球場，係非常之舒適嘅，又方便咯。total 80幾萬，上車4房單位。一入來，左手邊就係我哋一間細間嘅客房。先睇睇我哋主陽台，主陽台係睇住啲江景嘅，江景單位。呢個單位115平方，呢個係我哋嘅廚房，方方正正。次陽台都係睇到少量啲水景，而且啲園林啲景觀嘅。接下來睇返我哋後面嗰3個房間。呢個客房一樣可以睇到江景嘅，未來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仲有一個大陽台。呢個陽台一樣可以做一個洗間嘅房，直接封埋窗，都係非常之實用。接下來睇返我哋主人房、主人套間。主人套間都係可以睇到我哋江景嘅。我哋呢個位置啊，屬於板湖啲市中心。